呢一台10年嘅 GLK 300，咁嘅車主喺行駛嘅過程中啦，出現咗發動機嘅故障燈着喎。究竟係咩問題導致啲燈着咗呢？咁我哋用電腦檢測啦，電腦報咗佢個氧傳感器故障喎。根據我哋咁多年嘅 Benz 維修經驗嚟講，好少嘅同事壞幾條氧傳感器嘅，所以只有一個問題，就係呢一個發動機電腦壞咗。咁樣我哋都抱住能修則不換嘅原則啦。而家我哋就拆個發動機電腦出嚟作維修。咁個電腦我哋已經收好啦，裝車試下車睇下先。着車。咁呢個發動機故障燈嘅故障咧，我哋就秒殺咗啦，又平又靚咁將你部車收好啦。我係專修 Benz 28年嘅 Benz 雄，幫你安心開奔馳。